喂，喂，小颖，这去所以台北人的，咱只要讲应该是去找你。你去找伊？你传送啥？等下，你是去公司还是去阮兜啊？嘛不知影啊，阮即摆去台北找你啊，多谢联络，好。喂，哎。菲菲，你会家己走出去啦，你倒。我无大家没烦恼。拜托你莫黑白走好无？伊即摆伫倒，紧甲我讲。贝贝，你敢是去找你阿姊哈？我今天就会当去啊。你挂我电话，你竟然挂我电话！菲菲是去找小颖，要毋过伊是去因兜，还是去因公司？啊，总监啊，我甲伊讲抢走，这已经是第二摆。公司一定是去公司啊！嘉琪，你去看小颖，讲咱差不多8点钟到伊公司。跟我小心。公司好。早安。好。早安。早安。下一页。我们专案价值的主张呢，就是如同你所看到的，光、风。就是你不要再套我姐的想法了。你是谁家的小孩啊？在乱讲什么？我是小颖的妹妹，我叫菲菲。我姐姐很优秀，连你自己也说她很优秀。那些想法画出来设计图都是她的心血。菲菲，别给我讲啊！对不起。你每次都说是你做的，明明就不是你，明明就是我姐姐。你别给我讲啊啦！为什么你对我对我的直接讲？想要聊说下面都不敢讲。看戏啊，把人带走！不用这样子，要带我自己带。走了啦。我不走，谁欺负我姐姐，我就要报仇。你们不同吗？把人请出去！哎，干嘛啦？哎，要我！你放手！唔惊死有烂命来！财务，我跟我讲唔对。我唔对，讲了好，唔惊死，就拿命来丢。各位，是嘞吼，囡仔个走来是阮唔对，不过代志无甲想歹讲，阮家己会开。行。纪小颖，你完蛋！你才完蛋！我不干！我要告你们！告你们口号威胁！我告死你们！好多啊，我无给迄个意思啦，我就惯势安尼讲啊。我了解啦，你做了无唔对，要毋过还是希望伊莫甲咱告啦。袂啦，那无安怎啊？而且因公司的股东我有熟识啦。而且是啊，是啦，伊讲你臭不起啊！放来，这里哦。呀，这里哦。哎，你看看。我看哦，我要先去找新的头路啊啦。哎，小颖，卡叔若想要来上街甲阮看哦，随时甲我讲，我使去食。哦，你想我有淡薄仔唔甘的呢。那你就别上班了。你养我啊？
我养你啊！少来了。到啦，大哥拜拜。拜拜。这里哦。菲菲，你嘛有看这出电影？但这每一天霸占电视，就是要看这出电影，唔知影看几摆啊？已经看到最深了。啊，不过迄嘛是阮看过上最佳的电影。哦，了解。那你咱出发。好，行行行。